应该怎么讲？他们比我们更积极，然后在进攻上，基本上第一节他们的转换快攻比我们还多。然后其实第一节我们的战术还是有一些困难，只是在出手方面没有好好的把握。那加上他们两个洋将，这一场比赛，不管在防守或在进攻上，都对球队有很大的贡献。那当然，我们球队他们也会针对 Q 的防守，或者是 Q 的防守，或者是阿瑶的防守，那在打球上会比较别扭。那我们球队版就是一个比较不成熟的球队，可能在这些紧张的情况下，然后回防又比较慢，然后让分数越拉越开。大概输球大概就这几点。就是主要一开始就是打得不够强势吧，然后就是一直被他们节奏带着打的。那就是希望下一场可以把今天的不足，然后在下一场做改进。谢谢。这场你不要问。当然是全力以赴啊，然后可能下半场没有让 Q 打，只有他的脚有点小扭吧，然后基本上想说这个比赛就让他就准备下一场比赛，那当然会有很多方向嘛去改变，因为基本上说真的，娟样跟希克斯每一场比赛基本上都在双十，那重点还是在阿吉身上，那阿吉这一点。可能我们会比较去针对去做一些改变。那我想问，就是你在第四节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突然大量的得分，你可以谈一下你的那段时间表现特别好的原因是什么啊？还有你下一场你个人上面会做什么调整？这样子。可能都怎么讲呢？就是想说，就是要跳出来吧，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比数也被大家看那么多，那就是想说就尽全力去看可以把比数追进这样。那如果是以下一场来讲，就是我觉得我也会告诉我自己，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可能前两站我可能对我自己不知道是期望太高还是怎么样，就是变得很恐惧的。那希望下一场可以改变过来的。谢谢。想问一下教练，因为这场的话，其实失误看起来就是领航员这边是偏多的，那是不是有遇到一些什么沟通上面的问题呢？基本上我们球队一直以来都有失误的问题。那因为前两场其实我们控制还不错，都在14个。那只要超过10个比赛，应该说球员在开始急的时候，有些球处理的就没有像之前这么好，然后节奏上也被带走。刚开始廖总在讲，那有一些快攻球可以不必要的失误，变成造成对方反快攻，然后让分数可能越拉越远。这场还没什么要提问的。那我们今天的战术准备就到这里。谢谢。